好啦，轉正啦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就係呢隻中福者啊，但係中間位置銘記之心追緊佢，出邊仲有呢隻浪漫勇士上緊嚟啊，再內欄嗰邊呢，仲安田之寶啊，最後100米到浪漫勇士響外邊啊壓住咗隻銘記之心，埋邊啊中福者接近終點一出即贏啊！呢隻浪漫勇士啊，跑第2名係銘記之心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就係嗰隻中福者啦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埋邊。安田之寶仲頂唔頂得住呢？但係外邊呢，橙衫嗰隻騰龍區呢，好遲先撻着，睇下過唔過到佢啦。咁啊結果一出即贏，浪漫組合唔得，浪漫勇士啊贏得到喎。跑第2名銘記之心，第3名中福者，第4名呢係終點嗰步嘅咋。埋邊有安田之寶，出邊騰龍區要影相。一出即勝嘅沈集成馬房馬，呢隻仲要3歲北半球，浪漫勇士莫雷拉終於有頭馬見面啦。第2係銘記之星，第3就中福者，第4睇下係咪龍嗰隻5號啊，騰龍區道線先啦。真係大超級啊！蝕住都贏啊！好啦，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齊心同行呢就佔先少少嘅，外邊過河勁出一鼓作氣冚上嚟，埋邊有福滿寶，內欄呢就要浪漫勇士啊，外邊追嘅馬呢仲有春風得意5入之星啊，最後100零米齊心同行佔先半個身位，埋邊有福滿寶，內欄一比上去有啦，浪漫勇士大外檔春風得意啊，浪漫勇士打搭贏啊，跑第2名福滿寶啊，第3名呢就齊心同行，第4名係外邊追上嚟嘅春風得意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，呢隻浪漫勇士再一次表現進步得好緊要，跟人哋跑後上贏馬，埋邊呢，咁啊結果係輕鬆贏啦。第2名福滿寶何然又有啊，齊心同行第3、第4春風得意。跑馬地賽事1.4大熱門取勝嘅浪漫勇士啊，跑第2何然啦，福滿寶，第3啊齊心同行，第4就春風得意。咪算都好正路，大超級馬啦！呢隻又唔係最第4位膽大威猛啦，第5位無敵勇士啦，要攞出去外邊迎攬啊！外邊位置6、3嗰隻就浪漫勇士啊，後啲嘅馬呢，先見到穿甲英4季起嗰啲馬，鬥到嚟之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埋邊係團結精神啊，5門齊大面箍嗰匹，中檔位置追有膽大威猛，出邊浪漫勇士追緊上嚟，再見到馬林中間後邊呢，仲有無敵勇士啊，最後100零米大外檔唔可以隻浪漫勇士逢馬哥馬殺上嚟，埋邊位置係團結精神啊，中間呢，仲有無敵勇士同埋出邊嘅穿甲英，結果浪漫勇士咁啊直落贏3場，轉過嚟沙田一樣贏得輕鬆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位置追上嚟係穿甲英啊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就比較接近啲啦，有中檔無敵勇士同埋埋邊嗰隻團結精神呢，就需要影相啊！結果莫雷拉大熱門嘅浪漫勇士轉場升班都贏啊，走個蝕嘅彎。咁嗰隻穿甲英都係有啲追勢啦，跑過第2，臨尾有啲內閃啊，8度要抽住。第3啊團結精神，第4無敵勇士。8度呢個時候現身啊，硬咗條 Q， 都仲係有啲生嘅，即係專甲英走，不過上一次都現咗啲身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紅黃佔先啊，外邊實力派冚埋去，個浪漫勇士入邊夠唔夠位呢？再見到外邊幸運有利上緊，出邊仲有天生一對啊，兜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浪漫勇士啊，外邊幸運有利上緊嚟，再後一層啊嘛，仲有天生一對入邊位置仲有紅黃啊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就贏緊呢場賽事，4出4捷就未逢敵手啊，跑第2名係嗰隻幸運有利啊，第3名嘅馬係天生一對後邊又趕咗上嚟，跑第4名呢，實力派同埋埋邊嗰隻紅黃呢，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啊！呢隻4歲北半球啊馬出4場贏4場啊！幸運有利就跑第2，第3名天生一對，第4名呢，紅黃定係實力派呢？都未輸過㗎，4號馬浪漫勇士增程亦都冇難度啊！亦都食埋個尾糊莫雷拉騎師王啦，幸運有利第2，天生一對第3。第4就睇你灰馬紅旺緊要啲啦，睇你第4紅旺前段啊扯得比較散，
搏住一個內欄。第6位草位啦，拉鬆晒，又唔驚佢。入正最後直路，加州星球埋邊數出嚟，落滿貫入邊偷位，浪漫勇士中間幸運有利，有少少偏嚟偏去咧就包裝長勝啊，外邊包裝智威亦都爆緊上嚟，最出嗰邊啊先見到試跑得啊，最後100零米加州星球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咁啊見到浪漫勇士直逼上嚟，出邊位置包裝智威，最後50米浪漫勇士終點前將放頭嘅加州星球趕過咗，而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啊！浪漫勇士咁啊跳程，咁啊逐級咁樣增程之下，去到1600米呢個路程，一樣都能夠咧贏得到啊！咁啊亦都顯示得佢嘅能力咧都相當強勁啊！由谷草1200、沙田1200上1400，第一次跑1600已經即刻贏得啊！出5戰贏晒呢隻浪漫勇士，捧走今屆嘅香港經典1哩賽。田泰安啊，一檔跑第2都跑得好好啊，加州星球輸俾隻浪漫勇士。第3包裝智威，第4呢14號馬嘅都靈太陽喎。呢隻特14啊，反而真係有啲驚喜喎，真係雖然第4。田泰安今日成績好好啊！佢如果唔係莫雷拉騎就唔騎。第7位到啦，63響外邊呢，就係呢隻浪漫勇士揈出去啦，在外邊位置多巴先生最出嗰邊，都靈太陽入正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加州星球唔要難攞出嚟中間，咁啊再見到埋邊發財先鋒追緊佢，外邊喳喳聲上嚟，浪漫勇士追緊後多層，仲有包裝智威，出邊呢，仲有多巴先生，最後100零米透出係呢隻加州星球啊！外邊浪漫勇士一路黐住佢唔放，外邊位置仲見到多巴先生，入邊發財先鋒接近終點，打比嘅得主沈集成、田泰安、浪漫勇士一個重練一個重騎以嚟首度贏出呢場打比大賽冠軍，呢場冠軍真係別具意義啊！以為前面加州星球已經走甩咗少少啦，但係呢隻浪漫勇士響外邊逐步蠶食上嚟，埋邊第3嗰隻都已經俾人掟甩咗啊！發財先鋒第4名係多巴先生啊！點知騎練啊，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第1隻贏呢個打比大賽，浪漫勇士捧走今屆寶馬香港打比啊！跑第2加州星球，第3發財先鋒，第4多巴先生。我好緊張啊！臨尾鬥到鬥足成條直路。係啊！鬥到加州星球都真係好犀利嘅，犀利佢真係佢真係頂到盡。前面呢仲係精神威大放啊！超級軍團第2位嘉應之星外邊上啦，再見到第4位紅眼罩飛輪閃耀，第5位中檔浪漫勇士啊！咁外邊位置衝，仲有大外檔嘅將王，出邊位置上，仲有呢隻就超好日子啊！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係超級軍團啊！原欄上緊嚟，有時時有餘啊！外邊追有浪漫勇士啊！馬林中間嘅馬呢，仲有飛輪閃耀，出邊係將王啊！最後100零米透出嚟浪漫勇士啊！見到埋邊飛輪閃耀上緊嚟，中間有嘉應之星，內欄嗰邊仲有時時有餘，接近終點，贏完打比，再贏埋呢場女王杯，就係浪漫勇士第2名啊嘛，係飛輪閃耀，中間仲有嘉應之星，外邊係勇戰神區將王，幾隻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嚟到呢場賽事，富衛保險女王杯，浪漫勇士貴為打比嘅盟主，跟住直落贏埋呢場女王杯。浪漫勇士成為史上第5匹贏完打比再贏女王杯嘅馬，恭喜晒浪漫勇士田泰安跑第2，飛輪閃耀，第3勇戰神區，第4嘉應之星。田泰安好事一浪接一浪啊！贏完打比再贏女王杯之前啊得4匹，講緊全部都係馬王嚟嘅，紅心威龍、渣王凌雨。哇！翻到嚟定住個靚位，一騎落去，擠甩對手贏。贏甩晒添啊！其他馬冇乜朝氣啦，個隊都。浪漫勇士咁啊，響第4位啊，後邊嘅嘛多巴先生，出邊粉紅眼罩呢就係美麗同鄉，後邊3隻九寶將王攞出去，等內欄嗰邊仲有隻勇戰神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發財先鋒接嚟一個身位入嚟嘅嘉應之星第2位，浪漫勇士攞出去啦，外邊位置呢仲有美麗同鄉啊，攝入邊追紅眼罩飛輪閃耀，大外檔仲有將王馬林中間呢就勇戰神
蘭區同埋多巴先生，最後200零米，浪漫勇士響中檔已經透出啦，響佢入邊有發財先鋒啦，飛輪閃耀都有晒上緊嚟啊！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嘉應之星啊同埋多巴先生，最後100米，浪漫勇士拋離1個身位，贏出呢場馬會杯，跑第2名係飛輪閃耀啊，多巴先生第3，嘉應之星應該係跑第4啊。結果今場嘅賽事，浪漫勇士都休息一段時間，咁啊復出即刻可以贏出呢場2000米馬會杯。睇翻個野馬姿態，2踏第4位入直路上面出頭，都係相當輕鬆啊！將後邊嘅對手掟甩咗噶啦，跑第2名，扣女嗰隻埋邊，飛輪閃耀，第3多巴先生，第4名係嘉應之星。上屆打比冠軍女皇杯冠軍嘅浪漫勇士，季內一出即勝，贏出今場中銀香港馬會杯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本初之海呢，咁啊仲係佔先少少嘅，嘉應之星第2位啦，麗冠花環喺入邊等緊位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衝發財先鋒，出邊就浪漫勇士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上緊嚟，飛輪閃耀亦都有反應啊，馬林中間係野田小子，最後300，浪漫勇士響出邊呢就出咗嚟先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位置有發財先鋒啊，後多站野田小子啦、象王啦、金積旗啦，外邊飛輪閃耀啊，接近終點啦，浪漫勇士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啊，跑第2名野田小子啊，埋邊係發財先鋒啊，結果咁啊今次呢隻浪漫勇士真係肩負重任啊！因為失落咗3年3屆嘅香港杯，由呢隻浪漫勇士攞翻嚟。咁啊，至於後邊嘅馬啦，咁啊有呢隻發財先鋒力弱啦，野田小子響中間追上嚟，出邊呢仲有隻飛輪閃耀，中間係將王。浪漫勇士成功捧走浪琴香港杯。恭喜晒浪漫勇士麥道朗、沈集成。贏翻呢一個嘅香港杯翻嚟啊！大勝一場嘅犀利，啊，直情係贏甩咗。跑第2名就係呢個6號嘅野田小子，日本代表。哇！第3名都仲係我哋嘅本地代表啊，發財先鋒。第4呢，好近啊，好近，可能開邊嘅飛輪閃耀會情先啲。哇！贏到甩咗浪漫勇士。佢早段都有啲搶口嘅隻浪漫勇士，好彩隻發財先鋒可以攞到佢嚟做遮擋嘅。咁一定有遮擋嘅，有幾日抹走呢場。哇！發財先鋒真係犀利服啊！因為呢場呢，本初之海本身諗住大圖啦，你見到佢走唔甩，係啊，嘢出嚟都唔係大圖。但係睇時間又幾快嘅喎，前置馬好多都力弱，係發財先鋒叫做頂翻我第3啫。反而日本跑得最好係野田小子喎，有啲金積旗都冇啊，冇晒啊！即係比想像中留得後喎金積旗，我以為佢會跟住本初之海後面嗰格啦。好啦，過埋1000米嘅段處啦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呢，就暫時冇乜喐過嘅。放頭嘅馬呢，依然係發財先鋒啦，飛輪閃耀第2位，浪漫勇士第3位，第4位出邊野田小子啊，埋邊位置係呢隻譽滿杜拜啊，再後邊嗰2匹馬啦，吉典拿啦，埋邊黃衫嗰匹呢係先見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，前面發財先鋒之嚟1個身位啊，見到飛輪閃耀第2位，浪漫勇士已經咬咗上嚟啊，再見到埋邊位置有譽滿杜拜。咁啊，再見到中後踏先見到黃衫嗰隻係先見啊，出邊上嗰少少野田小子啊，外邊吉典拿咧就一路封住先見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浪漫勇士響中檔透出咗，埋邊有發財先鋒啊，中檔位置追有譽滿杜拜入邊啊先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浪漫勇士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2個馬位，贏出呢場富衛保險女皇杯。今日港隊真係認真威晒啊！跑第2名嘅馬係先見啊。譽滿杜拜咁啊，外邊衝上嚟跑過第3啦。結果呢隻浪漫勇士基本上都喺直路上面咁啊，輕輕俾咗幾步，好浪漫咁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先見喺中間都困咗一輪啊，外邊譽滿杜拜第4名係發財先鋒啊！上屆打比冠軍兼且女皇杯嘅得主，今屆再度蟬聯呢個女皇杯，就係佢浪漫勇士，捧走今屆富衛保險女皇杯。先見失咗一輪嚟㗎，跑過第2潘頓，第3名譽滿杜拜，第4發財先鋒。2023年度1級賽，郭士頓隨時預備起步。
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咪比較快啲，應聲彈出嚟，浪漫勇士快㗎嚇。中間位置強韌鬥士亦都唔慢啦，直頭擺埋出嚟走添啊！外邊方面見到紅嶺之王啦，縮住喺第4位度呢，就分別見到品德高尚啦。內欄方面嗰隻呢，就永多利道啊，武裝自己有些少搶口㗎，仆住內欄呢嗰匹係樂觀派嚟嘅。喺晒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別見到就嗰匹獲獎無數啦。外邊嗰隻狂迷女孩啊，有遮擋㗎，精細線條啊，亦都係比較厚啲，仲有隻先幻之王嚟嘅。好啦，仲有隻踏金行呢，暫時係殿後啊。好啦，跑過啱啱一次嘅直路啦，咁啊帶緊頭前邊呢，就見到黑衫黑帽紅嶺之王啊，守住外邊第2呢，就品德高尚，內欄底守住第3位嘅強韌鬥士。浪漫勇士喺邊啊？有遮擋嘅第4位省位嚟㗎。內檔方面見到就樂觀派啦，就拍住出邊位置呢，仲見到就永多利道嚟嘅。後一格嘅話位，內欄方面獲獎無數，武裝自己啊。再後邊啦，暫時尾4位置呢，先係永多利道啦。內欄啊踏金行，暫時殿後一隊係潘頓嘅坐騎狂迷女孩同埋白色衫白帽精細線條啊。好啦，走到對面直路差唔多入彎嘅階段添㗎啦。前邊帶緊頭啦，紅嶺之王暫時佔先半個馬位，品德高尚咬住個第2㗎，中間守住第3位呢，叫強韌鬥士。外邊浪漫勇士開始逐步嚟緊㗎啦。內欄方面呢，就見到樂觀派啦、永多利道啦獲獎無數，再後邊先見到呢，就係武裝自己啊，彎位都差唔多，最後600米段處咁滯啦。前邊帶緊頭依然都係紅嶺之王佔先些少㗎，守住第2位呢，就係品德高尚啦。外邊開始就上嚟啦，見到啦中間位置浪漫勇士啊，後邊上緊嚟仲有強韌鬥士啦，中間永多利道，後邊仲有隻踏金行睇下點追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，前邊暫時偷出嚟就品德高尚，外邊浪漫勇士逐步上緊嚟，強韌鬥士都仲有2腳喎，中間等位仲有樂觀派啊，入到嚟最後100米，中間暫時佔先多啲，仲係強韌鬥士，外邊浪漫勇士逐步蠶食上嚟，入邊再就品德高尚，最後50，浪漫勇士喺外邊逐步湧上嚟，但入邊樂觀派上嘅，樂觀派浪漫勇士要贏上。浪漫勇士捧走今屆國士坦。2位有呢隻就龍船狀元啦，跟斗雲咬住第3啊，第4位就係呢隻浪漫勇士啊，再見到第5有直線力山啦，出邊就盧森堡啦，後啲嘅馬啦先有磅礴無比知足常樂啊，尾3呢就喺嗰隻地平流金啊，內欄尾腰位置咁啊有呢隻先見啦，暫時殿後變咗嗰隻呢就利心名媛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接近1000，前面放頭嘅馬匹仍然係發財先鋒啊，拋離咗第1有2個身位到啦，龍船狀元第2啦，埋邊第3。仲有跟斗雲啊，浪漫勇士綠色衫，跟住個第4，再後邊嘅馬仲有直線力山啊，出邊係盧森堡啦，後邊嗰5匹馬分別係磅礴無比知足常樂地平流金埋邊呢，咁啊上咗少少，仲有先見啊，殿後嘅馬匹仍然係嗰隻利心名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發財先鋒啊佔先咗第1個身位到嘅龍船狀元中檔啊，外邊浪漫勇士擁埋嗰隻盧森堡出去，再後多層啊嘛，磅礴無比攞埋出去，等入邊直線力山。外邊爆㗎嘛，仲有呢隻地平流金同埋利心名媛啊！最後300米，浪漫勇士出咗嚟先啦，跟住後邊㗎嘛，有呢隻磅礴無比追佢，埋邊嘅發財先鋒未散㗎，再喺入邊做個直線力山，外邊上緊嚟係先見啊！最後100零米，浪漫勇士透出啊，中間磅礴無比上嚟，出邊仲有隻盧森堡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接先，外邊上嚟盧森堡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埋邊。終點嗰步係咪壓咗落去呢？外邊追上嚟，盧森堡2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真係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呢，浪漫勇士出咗頭先，但係好似有少少呢，慢慢內閃挨入去，乘住呢個時候，盧森堡響外邊逐步上嚟，中間夾住，仲有隻磅礴無比，睇埋最後50，浪漫勇士埋邊，出邊盧森堡邊隻贏啊？睇下終點條線啊，好緊要啊，因為睇下係咪浪漫勇士可以頂到翻嚟啊！頂到，冇問題啦，贏得清脆過國士頓嗰場。浪琴香港杯，浪漫勇士搞掂啦，麥道朗翻嚟啱啱頂到嗰隻盧森堡啊，跑第2隻盧森堡啦，第3都仲係磅礴無比喎，第4睇下裏邊係咪直線力山？裏邊咧先見受塞咧，直路。盧森堡啊，直路初一度褪咗落去啊，臨尾熬下熬下又熬翻上嚟啊！
佢轉彎嗰時就想封嘅浪漫勇士，但係封唔到，封唔到變咗頂咗出外碟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咯喎，知足常樂佔先少少嘅，發財先鋒第2位，外邊呢就多巴先生啊，攞咗去外邊先，有呢隻遨遊氣泡響入邊等呢，仲有浪漫勇士後多層啊嘛，有中檔位置呢，就係呢隻筋斗雲啦，外邊有安宇啦，大外檔係直線力山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外邊位置一鼓作氣上咗嚟，係遨遊氣泡啊，埋邊打翻上嚟就係呢隻浪漫勇士，兩匹馬單打獨鬥，埋邊浪漫勇士，外邊遨遊氣泡，浪漫勇士遨遊氣泡，浪漫勇士遨遊氣泡，筋斗雲再後邊直線力山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贏出呢場香港金杯啊！力壓遨遊氣泡頭2名㗎嘛，掟甩晒後邊啦，筋斗雲第3，直線力山呢就跑第4啊！結果呢隻貴為5項1級賽盟主浪漫勇士，今季先後與揚威呢個澳洲啦，繼而再為港隊擊中一批嘅外敵，咁啊保住個香港杯。而今場嘅香港金杯，亦都係更加係浪漫勇士第6項1級賽嘅殊榮啊！終點前一路頂住咗遨遊氣泡。浪漫勇士終於贏埋呢一個嘅3冠大賽次關香港金杯啊！雖然都贏得嘅姿態唔算好輕鬆，不過一路都 head 住呢一隻嘅遨遊氣泡，兩隻馬一齊甩開後面啲對手啊！遨遊氣泡跑第2，哇驚喜啊！呢隻筋斗雲真係跑到個第3，跑第4，直線力山。我失望啲啊，直線力山啊，追嚟追去都追唔到筋斗雲。哎呀，大家平榜㗎啦，咁啊，筋斗雲呢排住一檔啦，咬得好靚。浪漫勇士都好快，咁攝埋埋欄添啊！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北橋啦。筋斗雲就跟住佢第2位，內欄第3啊，磅礴無比，知足常樂外邊第4啊，先見外邊走咗上去第5啊，第6位呢，有呢隻越盡歡欣，浪漫勇士6-3就暫時喺個尾5嘅，再後邊嘅馬有譽滿杜拜啦，黃衫淺藍帽，內欄尾3係大至尊啊，後邊一隊藍帽就標誌5支，橙帽嗰匹呢係直線力山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咯，前面北橋仲係佔先少少嘅，沿欄推進嘅馬呢，有呢隻磅礴無比啊，揈出去外邊啦，咁啊見到知足常樂啦，最出啊先見啦，浪漫勇士大外檔包啊，再喺入邊波位大至尊，最後300米度北橋佔先少少嘅，見到浪漫勇士嘅身影啦，外邊已經砰砰聲上嚟啊，在中檔位置有先見啦，入邊位置就係呢隻磅礴無比，最後200米啦，外邊浪漫勇士上咗嚟啊，中間位置打翻上嚟有先見啊，內欄仲有北橋接近終點啦，富維保險女王杯浪漫勇士贏啊，跑第2名係先見啊，第3名埋邊係北橋啊，咁啊今場賽事呢隻浪漫勇士緊守住個馬群後邊轉彎揈出去外邊，計埋今場富維保險女王杯呢匹浪漫勇士今季直落橫掃4場1級賽啊！咁啊睇翻爺馬姿態啦，望到後邊嘅日本代表隊Sayonara哦，咁啊結果輕鬆爺馬。咁下一次日本見㗎咯，浪漫勇士睇下係咪遠征呢個安田紀念賽啦。結果兜住個外碟，一樣贏出今屆富維保險女王杯。先見跑過第2，北橋擺喺前邊走，跑過第3。第4名呢，就係見到10號嘅越盡歡欣。哇！北橋都真係幾驚喜啊，佢放得唔慢㗎喎。都嚇一嚇㗎，見到先見呢，咁啊有少少 fight back 啦，最後浪漫勇士啊鬥心都好強但係今日走嘅。之後直路階段先，前面紅馬佬呢個追勢都幾強嘅，中間位置上嚟決志驕記啦，浪漫勇士開始係叫緊位上嚟，出邊上嘅仲有遨遊氣泡啊，神志勇敦入到嚟最後300米度，前邊決志驕記對比呢入邊紅馬佬，浪漫勇士有位追咗上嚟，浪漫勇士暫時突圍而出，入邊決志驕記，出邊仲有神志勇敦，最後100米，浪漫勇士對住出邊會兩轉，出邊仲有一隻神志勇敦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揚威日本安田紀念賽跑第2名咧，仲見到咧就係出邊嗰隻會兩轉啦，浪漫勇士今季揚威埋呢個日本安田紀念賽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1000啊，前面放嘅馬咧都冇變過喎，知足常樂仲係佔先咗少少嘅，右龍串鳳喺外邊啦，埋邊呢仲有呢隻嘉應傳承係守住第3位啊，第4位發財先鋒，第5位紅衫安慶埋邊第6就係浪漫勇士啊，再後邊嘅馬有筋斗雲啦，外邊上咗少少呢，仲有飛圍僥倖，中間夾住黃衫大約尾3到啦，就當年情嚟㗎，尾2安宇啦，暫時多後仍然係標誌5支嚟㗎，好啦，差唔多轉彎入直路嘅時候。
時候啦，咁啊前面都仲係知足常樂佔先嘅，嘉應傳承開始側出嚟咧，慢慢上噶啦。外邊位置有右龍穿鳳，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6-3嗰匹啦，再見到最出嗰邊有發財先鋒同埋飛為僥倖啊，中檔穩位追從安宇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好似神操咁啊，咁啊輕輕俾幾步，而你已經知嚟咗，但係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，發財先鋒第2位埋邊打上嚟噶嘛，仲有筋斗雲啦、安宇啦，最出上跟嚟咧，仲有隻當年情標之5支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好輕鬆神操姿態贏出呢場中銀香港馬會杯啊！咁啊至於第2名噶嘛，幾隻馬相當接近啊！呢隻浪漫勇士認真厲害啊！厲害在今場賽事，其一係真係收腳神操姿態贏馬，而呢匹馬亦都喺日本遠征之後翻嚟，第一場即刻贏，為下個月舉行嘅國際賽打響個戰鼓。香港馬王浪漫勇士捧走今屆中銀香港馬會杯，神操姿態行過翻嚟，跑第2就好近啦。7號嘉應傳承道線先，跑第2名跟第3名就筋斗雲啦，第4名係安晴。即係好順滑啦，大騎師啊，大騎師啊，你一轉檔彎嗰個位一檔咧，佢轉出嚟幾順，最緊要唔好塞啦。其實早段少少長後嘅，一耐冇跑，不過都唔怕，揾到 cover。上季都試過㗎，就係3碟搶口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2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嗰隻展翼傲飛嚟嘅。跟住喺第2位啦，有健琴高就啊，埋邊第3係安宇啊，浪漫勇士響呢個第4位啦，再埋邊有黑衫筋斗雲，外邊啊飛舞心靈啊，中間咁啊直線力山，大約咧跟住個第7啊橙帽嗰匹啊，後啲嘅馬啦自由島啦，咁啊同埋呢隻奇力區啦，尾子位置咁啊都仲有一隻勇湖隊啊，暫時殿後個馬匹咧都仲係滿足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咯。前面放呢，咁啊見到仲係呢隻展翼傲飛啊，跟住喺第2位就係呢隻健琴高就啊，埋邊第3就係呢隻安宇啊，浪漫勇士綠色衫攞咗出嚟中檔啦，再見到埋邊有筋斗雲，等入邊有滿足，外邊追飛舞心靈直線力山，最出有自由島，最後300健琴高就佔先半個身位，浪漫勇士喺中檔追緊佢啊，外邊上嚟噶嘛，仲有自由島後多層嘅飛舞心靈。最後200米啦，浪漫勇士透出咗，埋邊啊健琴高就，外邊上嘅你有自由島，最後100米，浪漫勇士歡呼聲嚟啦，結果浪漫勇士輕鬆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！而呢匹馬呢，認真厲害啦，咁啊直路上面透出咗，咁啊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蟬聯今屆浪琴香港杯，而呢匹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啊！自出道以嚟，咁啊到衝出香港，咁啊邁向國際，計埋今場浪漫勇士已經合共贏出9場嘅1級賽，香港傳奇馬王絕對係實至名歸啊！俾啲歡呼聲我哋嘅香港馬王浪漫勇士締造歷史香港杯3連霸，仲要打破金槍60全球最高獎金嘅紀錄啊！恭喜晒浪漫勇士！跑第2名自由島，第3名健琴高就，第4名呢急上急落，外邊勇湖隊道線先喎。李斯特城係嘛？係好快啊，移咗出3位啊，浪漫勇士。條欄留翻俾你啦，咁啊梗係走3位啦。麥道朗邊度使你擔心啊？真係呢個一檔梗係對面直路，肯定出去。望一望後邊啊！移出嚟2碟。容易走3位。中東之戰嘅第1站，傑貝克特錦標隨時開閘。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出閘都非常之齊啊！浪漫勇士應聲而出添啊！外邊啊埋緊嚟咧，亮時道力啊，遠播威明啊守住嘅暫時嘅第3架，灰馬雅範之咧暫時喺個第4，然之後就遠古羅馬啦，北路星色嘅拍住好威童子，暫時殿後嗰匹嗰隻就係啊聖極繁城嚟㗎嚇，佢哋前領馬咧大概都係6個馬位開外嘅啫，跑過接近300米嘅途程啦，前邊都係估計佢帶㗎啦，就係呢匹啊亮時道力嘅佔士場差唔多2個身位喎，守住個第2位就遠播威明啦，咁啊之後第
3位就係浪漫勇士，夠生啊呢個位啊！後一格啦，雅範茲啦、遠古羅馬啦、北路星色同埋好威童子，暫時殿後咧依然都係咁勝極凡城嚟㗎，距離前領馬咧超過8個馬位開外啊！前邊越走啊越順喎，咁啊見到咧就係呢匹兩時倒力啊，暫時甩開成差唔多4-5個身位喎，一個大圖嘅戰術啊！守住個第2位咧就係呢匹啦遠播威明啦，第3位咧就係呢匹啦浪漫勇士嚟㗎，後邊第4位依然都係雅範茲啦，後一格就遠古羅馬，咁啊再後邊先係北路星色啊、好威童子啊，咁同埋殿後嗰匹咧就勝極凡城嚟㗎。好啦，彎位你差唔多轉咗一半嘅階段啦，前邊大圖戰術啊，睇下可唔可以走得甩啊？亮時倒力啦，開成差唔多10個馬位啊，守住個第2位遠播威明，浪漫勇士開始啊蠶食上嚟，後邊上嚟仲有好威童子、北路星色啊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，呢匹係亮時倒力甩開差唔多成6-7個馬位，後邊一隻馬追嘅就係香港馬王浪漫勇士啊，前邊越走越有，依然都係亮時倒力，浪漫勇士逐步湧緊上嚟，出邊位置咧分別仲見到就係好威童子啦，同埋中間位置咧就係個遠播威明，接近最後150米，前邊浪漫勇士過咗嗰隻就係亮時倒力啊，後邊見到好威童子、北路星色接近終點，係我哋香港嘅馬王浪漫勇士贏啊！跑第2名咧，好威童子跑第3名先係佢就係北路星色跑第2啊，好威童子跑第3，第4名咧咁啊見到就係隻遠播威明，哎呀有啲可惜啊，亮時倒力過唔到終點啊，跌咗馬咁，但係我哋嘅香港馬王揚威呢個杜拜贏取傑貝哈特錦標，密10戰1級賽啦，恭喜晒浪漫勇士。不過咁啊，嗱亮時倒力騎師就跌咗馬，咁啊暫時起唔到身啊嚇，呢個有少少可惜啦，諗住帶圖去走啦，咁但係浪漫勇士跟手2、3位喺入邊逐步湧上嚟，取得佢生涯第10項1級賽冠軍。好啦，恭喜浪漫勇士啊！咁啊勝出今屆嘅傑貝哈特錦標啊！咁啊都贏得好出色。不過就嗰隻另一隻熱門就有事啦，翻到嚟啊！咁啊希望騎師冇問題冇事啦嚇，布爾學。北路星色就應該第2嘅，好威童子就第3啊。咁冇咗隻兩時代就係嗰2匹剩翻，即係有近績嗰2隻咯，都係啊2、3名。好啦，恭喜浪漫勇士啊！咁啊喺第4個地方勝出1級賽啊！咁啊傑貝哈特錦標咁啊去到對面直路中段，接近1200米嘅段處咯喎，前面放嘅馬咧仍然係遨遊氣泡嚟嘅，響外邊有知足常樂啊，第2位咧直線力山啊埋邊第3，浪漫勇士6-3跟住個第4啊，內欄第5位就嘉應傳承，第6位紅衫係安晴啊，後邊嗰3匹馬仍然係當年情啦，尾二位置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咁啊都仲係嗰匹有目共賞嚟㗎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遨遊氣泡喺前面放得好鬆容啊，知足常樂響外邊嘅第2位啦，直線力山第3位，浪漫勇士6-3二搭嘅第4啊，後邊嘅馬有埋邊嘉應傳承，出邊紅衫白帽安晴啊，後邊3匹有當年情啦，尾二位置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仲係遨遊氣泡啊，中間係知足常樂啊，浪漫勇士響外邊已經係上咗嚟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有直線力山入邊嘅嘉應傳承，最後300外邊位置浪漫勇士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仲有隻直線力山，再後多層仲有嘉應傳承，最後200米浪漫勇士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嘅馬仲有直線力山，出邊上緊嚟就嘉應傳承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以一個非常嘅輕鬆姿態受腳贏出今場中銀香港馬會杯啊！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，遠征一輪咁喺香港賽場上面啊，以差唔多1年嘅時間冇喺賽場出現㗎啦。咁但係一翻到嚟香港，已經即刻可以輕鬆贏出呢場中銀香港馬會杯，亦都為下個月出戰國際賽注入強心針啊！浪漫勇士，我哋中距離嘅王者繼續延續佢2000嘅威勢。過終點之後，麥道朗話：我仍然係冠軍。潘頓嘅遨遊氣泡跑第2，嘉應傳承霍宏星第3，直線力山何澤堯跑第4。我仍然是冠軍係要唱出嚟㗎噃！恭喜晒浪漫勇士，都非常輕鬆啊！咁我覺得遨遊氣泡都跑得好好唔錯啦，其實。不過就不過你俾有級數嘅，不過就未去到好 fit 咯。咁亦都唔需要呢家好 fit 嘅。